大家好嘛！今日咧有關七色花嘅更加多嘅 Q&A 環節話題咧，記得加入我哋嘅平台，留意我哋嘅產品同埋留意我哋嘅影片啦。以下咧係一個女士經常問嘅問題，就係 M 度可唔可以沖啊？經期可唔可以沖？咁其實我自己咧都體驗過㗎啦，自己建議咧就係 M 完經期完先好沖。點解咧？因為女仔咧，我自己都係嘅 M 嘅時候咧，個身體係會弱少少嘅，同埋可能會容易凍親啊！咁你又要煲水，即係以一個實際嘅情況嚟睇，我自己嘅經驗就係，咁你又要煲水啦，你沖完個涼又要再淋身啦。首先就係好易冷親，第二咧就係身體弱嘅時候咧，當你就算去沖七色花咧，可能你感受到嗰種能量咧都會好唔集中嘅。我自己亦都試過，咁所以咧。我自己建議就係，不如等成個 cycle 完咗啦，大家回復翻少少嘅精力啦，先好去沖。又或者咧，大家急嘅時候，頭2日最攰啊，最旺盛嘅時候咧，就唔好沖住，或者去到第3、4日開始沖都 OK 嘅。我自己咧第一次嘅體驗咧，就係咧喺 cycle 入邊嘅時候沖嘅。咁其實一樣我都覺得唔錯啦，不過咧係會容易啲冷親嘅，真係嘅，係呢樣嘢。同埋咧，覺得沖完覺得都係好攰咯 ，feel 唔到個七色花有啲乜嘢好大嘅 energy 貢獻。咁但係咧，我發現咧喺嗰一次沖完之後咧，嗰個 recovering 係好好，因為一般譬如我自己 M 完啦，都要成個禮拜啊，仲要係咁補身咧，精神先會翻嚟啊，同埋先會有翻個體力咯，先會冇咁懶啦個人。咁但係咧沖七色花咧，嗰次咧，我係發現咧第2、第3日我已經係 recover 啦，已經覺得我好有 energy 啦，翻工都會起到身啊，做嘢都好似幾好喎，幾集中精神啊。我覺得咧嗰次我沖咧係一個新嘅版本啊，就係呢一個啦，呢一個啡色嘅版本啦，咁就係最新推出就係 luxury 版本。我係用咗一啲好靚嘅花咧，去即係仲要係荷蘭 import 嗰啲花去沖啦。咁我就覺得整體咧，成個人咧係好有活力，沖完好快就 recover 咗啦。咁跟住之後咧，我就唔再喺 M 嘅 cycle 沖啦，咁之後嗰個感覺更加好嘅。咁同埋咧，無論沖完之後generally 咧，個人個狀態係好好咯。咁所以希望大家都試下。多謝你哋嚟到 Fallowers 嘅頻道。如果喜歡我哋個頻道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記得分享俾朋友。